妖股之所以能夠連續漲停，主要原因都係在於賣嘅人少，買嘅人多。一般嘅時候係根本買唔到嘅，而賣嘅人之所以少，並唔係話佢唔想賣，而係手入面根本就冇貨可以賣，亦即係話散戶嘅持股比例係比較低嘅，或者話主力嘅控盤程度比較高。我哋之所以睇到妖股喺上升嘅中途幾乎係冇量嘅，而且幾乎係隨意咁樣上升，升到你咬牙切齒，懷疑人生。呢一切都得益於主力嘅控盤程度高。咁主力要點樣先能夠控盤程度高呢？首先我哋可以確定嘅係呢隻股票嘅盤越大就越難控盤。其次就係對於一啲大家都想睇好嘅股票，就算係錢再多都唔能夠一定食得落去。因為你喺買嘅時候，散戶都喺度買，甚至其他主力資金亦都喺度買，大家一齊搶籌碼，股價自然就會上升，主力自然就冇辦法收集到足夠嘅控盤嘅籌碼。所以要點樣先能夠收集到足夠嘅控盤籌碼呢？或者話點樣嘅股票喺主力買嘅時候唔會同其他資金發生搶籌呢種情況呢？好明顯，業績差嘅股票佢嘅關注嘅人數自然就會少。技術分析嘅人喺趨勢冇成立嘅時候係唔會關注到佢嘅。價值投資嘅人根本就唔會睇呢啲揾唔到錢、創造唔到價值嘅股票。機構投資者基於風險控制要求等因素，都會盡量咁樣迴避呢一類嘅股票。天時地利人和，業績差嘅股票就自然成為咗主力可以用低成本實現高控盤嘅不二選擇。同時，當主力完成咗比較高嘅控盤之後，喺拉升嘅初期，散戶對於呢啲業績差嘅股票嘅介入都係非常之咁樣猶豫15、16嘅。呢啲反而降低咗主力拉升嘅成本。低成本加高控盤，可以令到主力眯埋眼咁樣拉升股價，一日一個漲停板。好多老友記就會問啦，妖股可以升得咁癲，毫無道理咁樣升，咁主力出貨嘅時候仲會有人去接盤咩？主力出得到貨咩？散戶當然係冇咁傻嘅，但係主力都冇咁傻。既然股價可以喺10蚊拉到50蚊，散戶恐高，冇人嚟接盤，出唔到貨，主力就索性從50蚊拉到100蚊，然後再腰斬到50蚊。呢個時候有人就會諗啦，喺50蚊呢個位置買入就唔會覺得恐高，或者係當初恐高都會覺得從100蚊跌到50蚊係跌到好多啦。要唔要做個反彈呢？要唔要做個炒底呢？你咁樣諗，其他散戶都會咁樣諗，諗嘅人多咗，去買入嘅人就會多咗，買嘅人多咗，自然就成為咗主力出貨嘅機會啦。所以之前嘅視頻同各位老友記傾過一點就係，主力要出貨，考慮嘅從來都唔係價格，而係有冇足夠多嘅人、足夠多嘅資金去接主力嘅盤。好啦，今期視頻就分享到呢度，祝各位行運睇到我視頻嘅老友記冬至快樂！